有特種兵48小時吃遍澳門之旅。四季咖啡雖然鋪頭細，但豬扒包好食，又足料，值得一試。華人冰室就係普普通通茶餐廳，冇必要特登過嚟。威記牛雜小食，強烈推薦，牛雜入味，有口感又抵食，又唔使排隊。秦記甜品，高溫天氣坐街邊飲熱糖水，真係刺激，建議打包。龍記小食，呢個炸串好食夠味，有肉汁，建議趁熱就地正法。吃到累了，找個酒店休息一下，明天繼續努力。這裡是法式宮廷風格的麗亭海景酒店，房間有浴缸，星級酒店該有都有了，舒適的大床，還能看到澳門的海景和城市。重點是平日才人均250，還包含豐盛的自助早餐。酒店樓下就是公交站，酒店附近有漁人碼頭、澳門科學館、澳門藝術博物館，還有海濱公園，到各個旅遊點才10到20分鐘。吃飽有力了，出發大3巴繼續找吃的。營地街市熟食中心，呢度唔使講嘢，唔介意環境嚟就對了。萬家安涼茶，廣東人邊有一日唔飲涼茶？小貴但真材實料。鳳城朱記麵家，麵食愛好者一定要嚟試試，保證味道價格都有驚喜。朱記大排檔，呢間網紅大排檔排隊等位，再等菜上用10個半鐘，味道相對價錢極具性價比，但大熱天時要唔要等就隨便嚟。吃不動了。小小嘅澳門竟然隱藏住無盡嘅美食寶藏。如果大家有澳門性價比高嘅酒店同美食推薦，歡迎評論區留言互動，記得關注、點讚、分享，我哋下期再見。